为了要让咱台湾囡仔会当一捌母语，高雄市大拿埔内底的凤林国小，伫台语课的时，就教台语的罗马字，嘛结合一寡游戏也是字卡，吸引囡仔来学台语。台湾是多元语言文化族群，验过最近台湾真侪囡仔对家己的母语，真都是愈来愈生分。伫高雄市大林埔的凤林国小，有一位老师甲较无趣味的台语教学加入家己的创意。甲罗马字母的教学用入台语教学内面。老师上课讲是即个听，咱一般拢是以前拢是老师讲囡仔听，毋过迄个即个学习的即个效果敢若100%。上重要的讲要安怎颠覆即个传统的即个教学，就是讲咱爱亲身，互囡仔会有主动，搁互动。透过家己所做的导游字卡，改变以往资本内面的教学方式，互囡仔用算来学习。另外，凤林国小也甲台语教学甲诗歌融合，制造出有学校特色的台语诗歌。像这罗马字，咱台语即个拼音这方面嘛，我是感觉讲较趣味的方式，用趣味的方式来教囡仔教，比如讲我做教具即个所有字卡即个部分，囡仔一生比如讲咱来摕一网去甲伊改迄个游戏规则。用无同的教学方式来传承本土的语言，互传统语言会当继续的延续发展，也互更加侪囡仔会当了解传统，继续传承落去。公民记者采访报道。